过来有真侪老大人拢有肌少症的症头，这嘛是真严重的健康的风险。台北荣总甲阳明交通大学团队以一份追踪10档以上上新的研究，建议讲肌少症体检的年纪，就要对现在65岁降到50岁，就要接受体检。 台湾今年已经踏入超高龄社会，对着年岁增加，筋肉量和肌力的减少，会对健康产生影响。台北荣总和阳明交通大学合作，上新的研究发现，肌少症不过再是老大人的专利，建议要把肌少症的体检年岁为65调整到50岁。 它下降的这个斜率跟过去年轻的时候差异不大，那可能就不必太刻意去处理。但是它这个45岁到50岁中间，这个是统计上很显著的一个转折点。研究团队表示，肌少症的发生必须考虑身材、食食甲运动惯势等等。亚洲人无可能直接用欧美的标准来做诊断。所摆自2014开始，就甲日本、韩国等亚洲国家合作，长期追踪近35000个个案。上新证据显示，中年是筋肉功能衰微的关键，提早体检会当降低跋倒、失灵甲慢性病的风险，而且筋肉甲心血管代谢、大脑甲免疫系统之间有大大的相关。当我们有认真在开始运动的时候，我们的肌力开始增加，当我们的肌肉开始变强壮了，那我们的心血管的风险就会自然而然的下降。肌少症呢，如果你肌肉不够强，你的关节的负荷是增加的，你的关节是比较容易受伤的，所以这个引发的后续的效果还包括关节炎。 研究团队提醒，预防肌少症会当透过均衡饮食甲规律运动。饮食爱食有够雅的蛋白质，运动爱结合有氧甲抗阻力运动，譬如深躯、重训等等，混合性多元运动是更较好。这项研究成果日前已经刊登伫全球顶尖的研究期刊，是亚洲肌少症的诊断甲体检标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